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我哋嘅 channel 啊！今集小編想同各位分享嘅主題係同孩子嘅零用錢有關嘅，唔知大家係咪都有遇過呢個情況呢？好似啱啱開始俾仔女零用錢啦，新年逗返嚟嘅利是，甚至乎係長輩啊間唔中俾孩子嘅錢啊，小朋友一到手之後呢，就會話呢啲係我嘅錢，我想買乜就買乜啦。結果就買咗一堆你覺得毫無用處嘅嘢，咩貼紙啊、重複嘅小玩具啊、零食啊等等，真係睇到都有少少懵啊！覺得咁樣根本就喺度亂咁使錢。但係小編正正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係理財教育最關鍵嘅起點啊！嗱，喺分享點樣一步一步引導孩子之前呢，我哋先從家長同埋孩子嘅視覺去分析點解會有想買又唔俾買嘅衝突先。舉個例啊，當小朋友話想用自己嘅零用錢買一啲屋企已經重複咗嘅玩具，其實個重點咧已經唔係喺買定唔買身上啦，而係喺價值觀嘅唔同。喺孩子嘅角度咧，嗱，呢啲就係我個錢啦，我想要買快樂，我想要買自由，點解我唔可以用自己嘅零用錢去買？但係喺家長嘅角度咧，零用錢俾咗你就係要嚟學理財噶啦，要花喺啲有用嘅地方。當兩個標準唔一樣嘅時候，就梗係會嘈起嚟啦。咁到底要點樣喺日常生活入邊加入理財教育呢？我哋整理咗5個步驟，協助孩子一步一步建立正確嘅金錢觀。第一，喺俾零用錢之前先講規矩，俾幾多啦，咩時候俾，邊啲可以買，邊啲絕對唔可以買，協議清楚先再俾錢。第二，允許孩子小額試錯，雖然好似浪費咗幾十蚊買一啲玩2次就唔會再玩嘅嘢，但係呢啲係最平最有效嘅理財課啊！自己後悔過一次，比你講100句都有用啊！第三，可以將錢分3份，一部分係儲起嚟嘅，一部分係可以立即用嘅，一部分就學會去分享，等孩子有滿足、有期待，亦都有溫度。至於點樣分3份可以參考翻5-3-2法則。第四，對孩子嘅興趣保持開放嘅態度。有陣時睇落去好似冇咩用嘅呢啲貼紙仔啊、卡仔啊，其實對孩子嚟講係一個快樂嚟㗎，同埋亦都係開啟社交嘅工具。只要唔過度，我哋都可以尊重佢嘅小喜好嘅。第五，賦予孩子為自己行為負責任嘅機會，等孩子知道錢用晒就冇得再買想要買嘅嘢㗎啦。家長亦都唔會為佢哋補貼，又或者唔會預支。等孩子從承擔後果嘅過程入邊，學識得為自己去負責任。最重要嘅係家長一定要調整自己嘅期望值，唔好覺得小朋友一開始就會好節儉、好理性，嗰啲唔係孩子啊，而係小大人。我哋可以試下欣賞孩子用佢自己嘅方式嚟探索世界。理財就好似學行路咁，需要一步一步嘅練習。每一次用錢嘅經驗都係通往財務智慧嘅小小累積啊！而真正嘅理財教育係讓孩子擁有選擇嘅自由，想用錢嘅時候能夠判斷，想儲錢嘅時候又能夠堅持，而唔係因為驚而唔夠膽亂花錢啊！至於長輩俾嘅零用錢係一份帶住祝福嘅金錢練習本。我哋可以陪孩子諗下點樣去運用呢筆錢呢？但係當然啦，最重要嘅係尊重呢一個屬於佢嘅學習機會。每一次嘅用錢都當成一次小小嘅練習，都係長大之後識得選擇嘅養分。呢啲一次又一次嘅學習，都會成為佢哋未來面對更大選擇嗰陣最好嘅參照。教孩子學理財唔係為咗去管住佢哋嘅錢啊，而係教佢哋學識選擇啦，學識去負責，喺承擔入邊學識珍惜，慢慢成為一個能夠為自己負責任嘅人。好啦，我哋今集到呢度先，歡迎留意我哋平台嘅其他資訊，我哋一齊學習，一齊成長，拜拜。